续来看 T1 职业篮球联盟19号爆发着联盟史上上界严重的冲突，比赛的两队总共有12个人互赶出场。这个冲突是发生伫个比赛要结束的进前50秒。土横英方分霸队的后卫陈浩勇，意思是伊手的动作伤过大咯，甲台湾美女英雄队的后卫蒋玉安来爆发着第一波的冲突。随后，台湾美女队的这个助理教练林介豪嘛冲就场，互这个冲突搁来扩大。这起冲突的人员要安怎来处分呢？联盟会已经决定了，讲其中处分上界重的就是助教林介豪，是来罚款30万，禁赛30场。拍球拍到有火气，裁判第一时间冲进前，将两人隔开，想不到。妙不妙？哇！台啤的教练团这边就上来挥拳了。T1 职业篮球联盟伫昨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激烈冲突，桃园英方分霸后卫陈浩勇，伫比赛结束前50秒3，敢若是手的动作伤大，加台啤后卫蒋玉安发生头一摆的冲突，被隔开想不到，助理教练佫冲进前，煞变成双方球员佮教练拍做一伙。不会拉开好不好？板凳惊空。冲突差不多前后1分钟，双方才冷静落来。陈浩勇的球衫互人掠破去，除了判予两位事主违反运动精神犯规，裁判经过录影回放一个看，有参加小派球员甲队职人员总共12个人拢赶出场，其中嘛包括前 NBA 球星霍华德。本来是一场篮球比赛，想不到却变成教练球员的冤家相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